福音講是家啲喺馬太福音6:25，耶穌講是家啲唔冇受一嘅生命中，唔冇受一嘅鹽，唔冇受一嘅酒，唔冇受一嘅血，因為三個重要被嘅都熱熱。但係家嘅福音講是家啲馬太福音6:33節按用緊講到，簽上帝嘅結家最重要呀！簽了上帝嘅家隆重熱切，睇身是家需要嘅，適用作鹽，上帝全家本切家，咪意思啦？最重要世間呢喺度，切家最重要啊！先認識上帝，先簽上帝，先愛上帝，先讚美上帝，先敬拜上帝，然後隆重熱切嘅適用作鹽嘅，叫為全家本切家，阿薩切家傾去做。傾去吃，上帝唔是表現兄弟姊妹，阿薩簽一個天結，簽上帝嘅結，簽主耶穌，是個得到永久嘅福氣，阿門。